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答答滴滴，台语安尼写，答答滴滴。代志零星、细小、琐碎、繁杂，台语讲答答滴滴。啰啰嗦嗦、答答滴滴的代志有够多，实在真烦。唔通想讲家庭主妇真轻松，其实哦，代志是答答滴滴做袂了。啊，我负责的工课是袂困难啦，都、就是答答滴滴真插杂。答答滴滴嘛会使用来形容排尿袂顺、滴滴答答、断断续续。医生啊，我放尿拢安尼答答滴滴袂大白，啊放袂清气真够尿，实在有够困扰。所以有一句结果啦话，阿婆啊放尿就是答答滴滴。答答滴滴的答要有一个音调，豆豆啊来，慢慢来。豆豆啊来，看看时平安上重要。啊无咧赶时间。豆豆仔来就好，今仔日的台语字，答答滴滴，实在真趣味。